龙年要到啊，高雄美术馆推出特展，邀请南台湾40间学校带学生去社区采访，找找家乡的文化色彩来创作。学生囡仔透过彩绘铃来记录故乡的特色。那么，做伙来看这1000只彩绘铃。一只一只是彩虹绘铃，展示伫壁边，每一间学校彩绘色水拢无共款，嘛展示家乡特色。亲像屏东县的文字国小，当地上有名就是海产。老师带学生实际到勇士区采访，互因有深刻印象。透过五官甲在地连结，选出各种代表色水来彩绘这只铃。黄色的是迄个台湾栾树的花，爱就甲伊加入去。啊，迄个白色的颜色是加石斑的鳞片，安尼三个加入来就有阮仔的特色。用阮家乡的特色来画这个感动龙。配合龙年要到啊，隔壁馆甲民间做伙举办感动龙的创作，斟酌欣赏这摆作品，会使看到南台湾自然景观、古迹、宗教甲美食，拢真有台湾的特色。而且今年阁有美国的原住民学校参与，创作的过程中，双方的学生交流，互相认识两国的家乡。有这种红木的棕色哈，那我们不甘示弱，我们说呢，我们也有寿山上面的猕猴的棕色哈。那他说，哎呦，你不知道我们的红木森林里面到处都爬满了 banana slab 哈，就是一种香蕉蛞蝓的黄色哈。这摆展览唔拢总有40间学校参与合作，展出超过1000件作品。另外，展览的空间特别是用龙的身躯展现，原来乐器拄好配合驾新龙年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